完假之後，阿 Mark 都話要繼續忙，事關要忙住籌備黎明下年嘅演唱會。阿 Mark 仲話今次一定會帶俾觀眾耳目一新嘅感覺。今次又係一個全新嘅，同上次有唔同嘅一個做法啦嚇，全露天，所有都係企位啦。我又唔想叫佢企位嘅，因為大家唔會淨係企咁簡單嘅，一定會好開心跳跳紮。今次係同上次嗰個演唱會完全唔同嘅，冇一首歌重複嘅。咁啊，明福俠會唔會出嚟啊？咁啊，要請個明福俠嚇，咁所以阿 Leon 嘗試緊請阿明福俠出嚟嘅。而講翻今年4月，Leon 喺中環海濱舉行嘅頭場演唱會，因為帳篷物料未達防火標準而被迫取消。對於類似嘅安全問題，阿 Mark 就話會吸取教訓，唔會重蹈覆轍。當然會啦，其實上次都好着重咁，但係因為當成件事咁大型又未做過嗰陣時，係有啲嘢可能會唔小心或者睇漏咗。咁今次有咗經驗之後，雖然係個形式有啲唔同，但係都係戶外啦。咁所以呢啲嘢放心啦嚇，即係今次係應該 touch wood 順利好多。身為今次嘅演唱會總監，阿 Mark 都話少不免有啲壓力，不過佢都好期待成個 show 嘅製作啊！